好，美荷樓嘅2樓，係啦，前身去啦，有OK，當年人嘅生活，5人對簡樓5人單位，隨住新計，廁所舊時我都見過嘅。好，70年代改建天海學校，跟住改建新單位，好多啦。好，呢個都係新單位設計 ，L 型嘅單位。好，最後尾睡房。好，香港公共房屋嗱，全部呢啲細個都會見過晒嘅，係啦 ，very excellent，好，呢個就係廚房啦，好。